下营夜市因为日前发生驻地会成员甲摊商的冲突，加上无申请许可，4月中公告禁止设档。后续经过市府辅导驻地会改选整顿管理，经过申请同意，劳动节即天开始恢复营业。市场委托嘛特别阵容关心，表示一个夜市经营30多档并无简单，已经是当地民众生活的一部分。所以重视营业以后，除了希望找回过去的盛况，也呼吁民众一定要挂好嘴安，做好防疫，来健康踅夜市。因为2个礼拜前发生的那个事情，造成民众还有摊商的很多的不便。那经过下营公所、还有议员、还有大家下营上帝庙大家的协调来帮忙，因为摊商坦白讲要营生并不容易然后但是如果碰到了一些比较不好的一些过去的一个状况，所以会造成摊商也生活有出现问题。那民众下营的民众也生活也感到不便，所以我们尽快把这个协调工作做好。今天5月1日重新恢复下营夜市，夜市第2个月初1正式恢复来开市，真欢喜今仔日足侪摊贩咱的摊商朋友人拢来排单其实今仔日的天气嘛，算袂讲介歹啦虽然下晡落雨，有看真侪民众来遮消费，希望讲会当找回过去大家对夜市的一个情况。那夜市算是重新再开始，希望说下营市民下营区的好朋友，营区的好朋友，大家过来咱的夜市为振兴摊商经济，市场处甲观光旅局5月嘛联合办理夜市间大放送的摸彩活动，叫亲朋好友来台南旅游大房，拢有机会抽到夜市5000块的招待，来到指定的夜市免费消费。台南新闻，阮子何超邦采访报道。